來。哦，這就是我的辦公室。那这是我12歲的這個12歲的這個身份證吧啊。哦，真的啊？哦，你把它留着，這樣留在這邊。哎，留着小時候的照片蠻有趣的。你算是長大有變帥的那種吧？看起來。他們笑了。然後有一些是，然後人家幫你畫的，是4眼會。對對對。窗外就是UNESCO 世界遺產區的一大部分吧，這邊。就是我以前當議員，一開始就這個區的議員嘛，這邊。哦，就是這邊。這邊。哦。然後做全國立委的時候，就範圍是比較大的了，更大就是現在我是這邊區的州的立委。哦。但是同時我也是國的立委，但是不是在這邊的。哦。游泳工會那邊這些都是以前有一些填海填出來的，就是比較。哦，這些這都是人家送的。都是對啊，一些單位送你的。會面啊，要求會面啊，就是有些就留個紀念吧。所以當時也是掌管這個交通。有個感到欣慰的，就是推動的這個輕鐵的工程已經開始了，因為推動也整超過10年嘛。對。因為這個工程也不是一個州政府能力範圍能夠做到的，是中央政府承擔起來。我們非常高興，因為如果州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滿足感當上這個首長，剛好也配合這個政治的改變哈，我們的黨也成為中央政府的一員，所以得到批准的項目是蠻多的哈，因為同一個陣線嘛，聯盟。對。這有時候一天的行程哈。需要你穿不一樣的衣服、服裝，所以這個我相信也看過吧？這個叫 bar day， 就是星期四，每個星期四公務員都會穿的，都要穿這個的，各種的衣服。大概就是有時候就要不只要準時到，有時候要穿什麼去到，這類都要預先的安排吧。我相信做什麼崗位都是同樣的做法吧。